今麦有各位团体邀请伪装老师用全台语来教大家安怎来伪装，透过伪装，帮助大家更加有自信。看下骹，看到上下骹，差不多人遮嘛，对不对？金竹甲丁顺达黏起你目睭皮，目型变较好看。真侪民众出门会伪装，互家己气色较好。这节课是武艺团体举办的台语伪装课，用全台语来学伪装的美感，学员拢感觉真心实。逐摆拢感觉讲家己出去外口翕相足歹的，所以去上第一届的初阶课，就感觉讲哦，老师互阮足侪信心的，啊，互阮了解讲其实爱欣赏家己的优点，啊，为优点搁去互人放大，互人看到我的优点。这节台语伪装课的老师是已经教人伪装20年的Queen老师。伊鼓励大家用伪装看到家己的优点。伊讲过去唔爱用台语教人伪装，而且发现家己上台北了后，真罕伫讲台语，决定受武艺团体邀请开台语伪装课教人伪装，家己也通甲武艺捡倒来。迄阵我是因为我想要学台语，会当甲你头拄仔讲的较专业的内容，我会当佮讲较好势，像讲脆皮红。进前咱也袂晓讲，咱来中文会讲腮红嘛，啊像讲胭脂，咱进前会讲唇妆，也是咱的底妆会当画了，啊那规个面的皮肤会较幼。有学员认为用台语学伪装真心实，佫会当互台语侵入日常生活，达成台语正常化的目标。Queen老师讲，用台语教伪装，唔但互大家更较有自信，而且佫兼顾推广台语，希望未来会当转台巡回用台语教人伪装。记者郭文林、卓凯台北报道。